大家好，我係六 C 班嘅關佩琪。今日我哋嚟睇下兩個圓形圖。以下兩個圓形圖分別顯示小明同埋志強喺4月份嘅零用錢分佈。小明花在零食嘅支出佔全部零用錢嘅幾多%呢？喺小明嘅圓形圖睇到係佔咗27%。志強花在零食嘅支出佔全部零用錢嘅幾多%呢？喺志強嘅圓形圖睇到係佔咗22%。老師講小明花在零食嘅支出比志強多，你同意嗎？我哋嚟計下小明同埋志強嘅實際零食支出。要計出小明嘅實際零食支出，要用300乘以27%，等於81蚊。再計志強嘅零用錢支出，要計出志強嘅零食支出係用500乘以22%，等於110。跟住攞兩個嚟比較，好明顯係志強嘅多，所以我不同意。